是路头牌农村最重要的元素产量，所有农产品、建筑材料、民生物质，代替以来牛车运送。因为运送速度太慢，不合工商业的需求，马踏车发明以后就渐渐消失了。牛车代替本期偏多的天下芦笋。底下四川的观光农场可以看到牛车的种人。新威观光业招来人客的卖点。干嘛啊？这种看到停牛的马踏车，取代了路面车，伊是民国50到80年代当流行的简单货车，表行到向人道路上，成为农村主要的运输车辆。前30-40年啦，深条路当难，韩國了呢，韓國時代改下漸漸進步嚟啦。我上木工廠噶，木工廠我好上班啊，呢一片呢哪有木工廠？但是大家有多少嘅東西啊，有好進步啊，利用咗交通嘅東西來載東西啊。嗰陣時摸火車嗰啲好滯啊，摸火車嘛，從喺啲唔曉得講清楚嘛，火車嗰啲，但是冇多做到咧馬踏車來推用一樣載東西車，感覺到啊，比大家係時代咧比較是輕方便嘅車啦，輕方便。像是全部在农產品啦，在谷啦，在灰啦，在柑麼韓國在你的水梨然後當到在沙沙，在這呢，種種的東西。
搿种时啊哈，因为是退伍难期嘛，他那退伍哈紧走，按紧到学要走，紧是这样开始走，是上是马他家的，对，我从差不多40年前啊开始做时间啦，搿种时哈是学啊，部分那个，我渐渐的做有几年头啊，是当到学。当到学练啥呢？搿是做到差不多俺俩做40年了哈，36、7年以前全部当到学，学当到。啊，干么在一点多，你看到咧安排到咧在干么1年啊，落冬干下10年样要在哈，像你在加10万斤呢，加10万斤。年嘛要在家10万斤，他俩下次专门在这人讲在下好多年，俩冇搿个好在嘞，俩讲呢干么讲呢做些车，讲呢在出来，韩国栽培呢将个大人上山，韩国干么农产品冇人好嘞啦。民国80年代，政府为了顺利进入 WTO。全面开放水果进口，使得本地水果的价势太跌，因为冇利润唔拿成本，当到果农是并体降重，让果然随意放飞，操心马踏车冇水果好在。cái bài mua theo lù là anh đi mua thuộc su mua học siêu nhỉ anh trong cái này quan hệ còn đó như đi không hả bởi tổ tế anh đi sòn miệng trong sụp rồi á dồn su phong miệng anh đi mỹ xịn anh anh muốn đó trong dồn su cái sự cha dồn su phong miệng thì phải sụp rồi không là anh ấy dùng một chỗ tổ phong là nhau như nào cái nhất sử dụng cho người này hay là 34年用哪里有老鼠？哎，你是哪他的主要还在那个东西？专门在教那本源点就好多。要摸安做好咯，安做好挺好啦。你在转呢，在下，全部係專從吊牌嘢冇，要自家加嚟試冇。theo bài mẹ ở cho một cái cả chỉ gia về tổ bên yêu thì dùng cả chậu tổ giá hà theo bài giá chọn chọn mua lòng những cái theo bài cho mình cột xa chỉ cái gì tạo biểu theo
也是2年内吼，整理好毛咧，安尼也好毛些了咧，还去互动专长诶吼，也好便宜，还让我请专长卖迄摆迄部诶些员工啊吼，从了头在下工里来讲吼，至少有6个啊。上线加了上一开始6000块，上就6000块。这摆因为全家店员100万元度呢，当好啊，还厉害，月年冇几店员了哩咯，按专长做咧排查当作青铜卡、龙眼卡。该安尼咯，该是上。西方毒啦，吼，韩国个散党啦，等价，伊这位做啊父母还把多钱，就是安尼这位家。伊胜利最好的时节系咪年代？好多排场。胜利哦，差不多我是系。80年开始到90、32、3年了，也中间到10年了。检查到哦，佢韩前一项市内都做唔得项，韩国嘅省公路，你是在乡村头人头路，你做得项嘅，咱入头路啊，你做得项嘅，韩公路做唔得项嘅，佢啲嘢係講嘅啲講小張嘅啫，其實人來啊，咁咪做一次嘅啦。做唔得中小商啊，你遐个东西哦，像做信息用呢，是咧查，看到警察咧，大家就会说，你头来唔敢管伊，方便呢，查某实验室啊，按系用去到大家头先呢，大家做一些，你是下马个路线呢，天整去走睇咧，你有啊。编车有咩编假巴诶？该因为伊到路线唔让啦，个路鸟啊，你讲行得个主人讲行系得啦，挨在嘛极多在吃了在嘛嘅东西，冲嚟行，佢冇想到你转好冲，个冲了好冲一时个路是变咧，是变起去。韩国一摆有咩系个蛇路啊，佢个海啊，咩个怪兽啊，死落去啊，都个牛大下被牛送得，你唔知啊，你是40个，40个而且是恶咧，
quả tròn nó quả cha sự biển biển cái thiên đầu của mẹ đồ bón bàn giả ham muốn mẹ rồi quả hen quả cha cái hiểu 你下胜利，你下渐渐的冇胜利咧，因为西台变态，韩国你也差好落去喂，胜利是更少咧。因为航路条件受到青岛的限制，加上现台火车速度快，载货量又大，使得马塔的渐渐失去竞争力。 theo bài gì trang nghe nói講啊，平時普通來講做青菜仔來講哈，10萬人用仔就，一下2萬人用差唔多這樣嘅東西。也冇一下建築嘅也好冇咧，很整理也好冇咧，很也隨時啊多咧啊冇辦法，我們也甜條。我们也是嘛个差，就让伊竞争。但是透差啦，透差，小部買用透差，佢要推高機仔，研究材料啊，要加下去啲下去，呢啲用貼嘅啦，數量少嘅啦，呢樣要攞到呢樣嘅啦。 你有但你有跑去做吗？跳过么？见时咧在用上面上天气出嘛，望住佢冇人甜嘛，入咗呢就時間苦啊，出啲咩合啲。按幾時嘛，他都按當年來吼，對因家庭有幾重要？家從小我冇什麼呢啲生活，當初當苦，成年就到啦，呢啲叫我唔計哦。 到睇到一下時間到就順了就太難攞嚟啦，佢負擔當初，成日都不可啲，從前要負佢嘅自己負下去，不可嘅錢也易貴啦，也交萬嘅。 總情都也70兩歲咧，你希望佢10個做也想係咪退休？ 伊也唔免退休啦，就做就加減做，唔知老師來咗那先即刻要收費啊！出門講下吧，按多少出街了，唔知道來咗個到哪，所以了。 哎呀，好啦，阿卡，初上偏意是兩我推先做嗰邊卡，順以前嚟講啦，兩推這位啦啊，走他右上走一推走上走天嚟講啦，我不小手拿小手，走走，一等一加油。我剛開始諗講啦，係。啊，平時聽嘅公園個出門做做住啊，下巴多少要跳過，呀，有個窗，跳過出去飲十股啊，嗰啲飲樽啊。 公園個時嘛，他都時間要25個鐘啊。跳擺當仔跳吧，要第三個拉高頭。當棍蛇些臉盤啊，有時當棍啊，衝嚟蛇，卡個包啊，卡杯啦，四杯10。你要生意好多啊。呀，呢啲高手蛇都用啦，從跳板跳板。啊，你對嘛，他都
将来有买希望吗？他的是，他去的时候，年纪也安排，是差不多不多9年啊，年纪啊，按多岁啦，只要继续来学校就好，唔枉做的啦。因为时代的改变，使得马踏车的人数功能渐渐本火车取代，电油车了一方，准备将为航向西藏。